大家好，我係港財哥。17,500億美金呢個數字，如果係一間普通公司嘅估值，你一定會覺得佢發緊夢。但係如果老闆個名叫做 Elon Musk，連華爾街嗰班最精明嘅大鱷都要停低聽佢講嘢。最近成個金融圈同科技圈都喺度瘋傳 SpaceX 準備緊秘密上市，估值直指17,500億美金。仲話會史無前例咁預留30%嘅份額俾散戶。我見到網上好多師兄都喺度鬧，話馬斯克又出嚟割韭菜，又話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大雞棚。但你試下企喺老闆角度睇條數，呢一波操作絕對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今日財哥就同大家剝開呢個17,500億嘅超級財技局，睇下裏面究竟買緊咩藥，同埋作為普通散戶，今次究竟有無份收腳，定係繼續做被收割嗰個？大家要明白，馬斯克射咁多支火箭上天，背後燒嘅全部都係真金白銀。做實體生意，特別係呢種重資產嘅科技硬件生意，現金流就係條命。點解 SpaceX 要揀喺呢個時間點放出上市嘅風聲？但係你諗深一層 ，Starship V3試飛成功 ，Starlink 已經開始有正向現金流，呢個時候去敲鐘，個劇本係咪寫得太完美？其實呢度隱藏住一個極其恐怖嘅資本局，要拆解呢個局，我哋首先要回帶睇反 SpaceX 嘅底層邏輯。好多人以為 SpaceX 係靠美國政府養大，係 NASA 嘅外判商，呢個只係睇到表面。講到底 ，SpaceX 真正嘅護城河係佢將發射成本壓縮到一個令對手絕望嘅地步。以前我哋自己開廠做硬件，計死數、租金、燈油火蠟同人工呢啲硬成本，一毫子都慳唔到。但係馬斯克用理工男嘅工程思維，將做火箭變成做汽車咁流水線生產。佢做到嘅係極致嘅垂直整合。連個螺絲批都要自己做，完全打破咗傳統航天軍工企業嗰種買辦思維，即係左手交右手，食中間差價嘅玩法。當你將成本降到得返同行嘅1/10甚至1%嗰陣，你就唔係喺度同人競爭，你係喺度降維打擊。回想返 SpaceX 早期嗰陣，其實佢哋都經歷過現金流斷裂嘅生死關頭。我記得自己以前搞 startup 同風投 VC 簽 term sheet 嗰陣，裏面全部都係伏位同對賭陷阱。你估啲投資人真係信你個夢想咩？人哋係睇住你條命脈嚟勒索。馬斯克當年頭3次發射都失敗，爭啲連出糧俾手足都成問題。嗰陣時，如果佢同華爾街簽任何對賭協議，SpaceX 早就唔姓馬啦。好彩佢捱得過第4次，拿到 NASA 張單保住條命。去到今日 ，SpaceX 已經唔係一間純粹嘅火箭公司，佢手上揸住一隻識生金蛋嘅鵝，就係 Starlink 星鏈。Starlink 個商業模式真係絕到無倫，佢利用 SpaceX 平價發射嘅優勢，瘋狂將衛星掟上天，然後喺地下收訂閱費。呢個係咩概念？即係佢自己搭好條高速公路，然後自己做埋收費站，仲要全球獨家。呢種持續性收入係所有做生意嘅人夢寐以求嘅境界。華爾街最中意就係呢種睇得見、摸得到、每個月準時入賬嘅現金流。講到呢度，水真係好深。如果你覺得財哥拆解得夠通透，麻煩順手撳個熱推。大家要明白，資本市場從來都唔會無端端派錢，所有嘅高估值背後都係一場精心策劃嘅預演。跟住落嚟，我哋講下點解會有17,500億呢個天文數字。其實呢度牽涉到一個點樣將一盤生意包裝上市或者買盤套現嘅頂級財技。SpaceX 依家嘅私人市場估值大約係2000幾億美金。如果一上市就要推到17,000億，即係要翻差唔多8倍。呢個乘數效應，單靠 Starlink 係撐唔起嘅。
所以馬斯克必須要講一個更大嘅故事，呢個故事就係 Starship 加上 AI， 再加埋最近傳得好犀利嘅星球工廠。當所有科技巨頭都喺度搶算力，搞到成本天價咁高嗰陣，SpaceX 想做嘅係利用 Starship 嘅超大運載能力，將算力中心直接搬上太空，甚至去其他星球起 server。呢個概念一出，SpaceX 嘅對標對象就唔再係傳統軍工，而係成個科技巨頭嘅總和。但係呢個願景真係咁容易實現咩？定係只係一個包裝得極之靚嘅棒？而家我哋進入戲肉，即係資本市場嘅戰術，點樣搭雞棚？一眼睇穿啲財技局，其實萬變不離其中。要撐起17000億估值，單靠機構投資者係唔夠彈藥嘅，必須要拉廣大嘅散戶落水。所以你見到傳聞話會預留30%俾散戶，呢個就係最大嘅鈎子。大家試下諗下，平時啲獨角獸新股上市，散戶邊有機會喺早期入局？通常都係啲大機構食晒啲肉，上市嗰日推高個價，然後散戶喺二級市場接火棒。今次話主動分嚿肥肉俾你，你估真係馬斯克突然大發慈悲咩？大家要睇清楚個賬本。SpaceX 如果真係要搞 Starship V3量產，再加埋全球甚至太空局，佢需要嘅資金係1000億級別嘅。喺目前全球高息環境下，同銀行傾融資按揭嘅真實交手經驗話俾我聽，銀行永遠都係晴天謝謝雨天收啫。你同銀行講去火星起 server， 銀行只會叫你早啲返屋企瞓覺。所以佢必須要向公眾集資，將30%嘅份額開放俾散戶。其實係為咗製造一個全球性嘅錯失恐懼症。當全世界嘅大媽同連登仔都覺得買到 SpaceX 就係買到人類未來嗰陣，個估值就可以無限放大。但係風險喺邊度？大家試下想象一個畫面，喺中環一間頂級會計師樓入面，一班 auditor 圍住張會議核數，CFO 滿頭大汗咁解釋緊一筆幾千萬嘅研發開支點樣可以資本化。SpaceX 雖然厲害，但係佢始終係一間私人公司，佢嘅財務報表一直都冇經過公眾市場嗰種放大鏡式嘅審查。一旦要準備上市，所有嘅數報都要攤開嚟俾監管機構睇，裏面有幾多係粉飾報表嘅技巧，研發費用同日常開支點樣劃分， Starlink 嘅真實獲客成本同客戶流失率究竟係幾多？呢啲核心數據一旦公開，如果同華爾街嘅預期有落差，個17000億嘅神話隨時1秒鐘爆破。仲有樣嘢好搞笑，就係早期投資者嘅退出壓力。好多陪住 SpaceX 行咗10幾年嘅風投同私募基金，個基金期已經到咗極限，佢哋焗住要套現還錢俾背後嘅金主。呢班人而家最想嘅就係揾一個超級大嘅流動性池去接貨，散戶就係最好嘅對象。呢種割韭菜項目嘅底層邏輯，永遠都係利用散戶對未來嘅貪婪，掩蓋當下現金流嘅脆弱。馬斯克深知呢點，所以佢不停禁用 Starship 嘅發射直播去刺激大眾嘅神經，將每一次失敗都包裝成收集數據嘅成功。呢種操控預期嘅能力先係佢最強嘅武器。不過散戶入局亦都有另一個隱憂，就係定價權。如果 SpaceX 真係用拍賣或者直接掛牌嘅方式上市，避開傳統投行嘅包銷機制，咁開盤嗰日個價位會波動得非常恐怖。SpaceX 依家就係喺一個超級擴張期，佢嘅現金流好似一個巨大嘅無底洞。散戶入去以為買緊一張通往火星嘅船票，其實可能係幫緊啲早期風投填補佢哋幾十倍利潤嘅窟窿。如果上市之後遇到政策風險或者監管黑天鵝，例如政府突然收緊對太空資源嘅私有化規定，咁個估值就會面臨腰斬甚至腳畫斬嘅風險。去到最後，我哋點樣復盤呢單嘢？
其實財富自由之後，我睇錢同睇生意嘅態度轉變咗好多，由以前嘅求全變為而家嘅求穩。面對 SpaceX 呢種劃時代嘅巨獸，我哋既唔可以盲目崇拜，亦都唔需要一味柴台。馬斯克無疑係一個絕頂聰明嘅企業家，佢成功咁將工程技術同資本運作完美結合。SpaceX 嘅價值係真實存在嘅，佢改變咗人類進入太空嘅規則。但係生意歸生意，投資歸投資，17,500億嘅估值已經透支咗未來幾十年嘅預期。散戶如果真係有機會買到，千萬唔好抱住暴富嘅心態。你要清楚知道，你買緊嘅唔係一間每年派息嘅公用事業，而係一張高風險嘅科技期權。資本市場係殘酷嘅，莊家搭棚，最終總要有人埋單。大家要學識用做生意嘅真實賬本思維去睇每一次嘅財經熱點，唔好俾啲宏大嘅敘事分頭腦，睇住佢現金流嘅變化，睇住佢成本嘅控制，呢啲先係決定一間公司能唔能夠走到最後嘅關鍵。下次再見到啲驚天動地嘅上市消息，記得先撳住個銀包，深呼吸，問自己一句：呢盤數究竟點計？